我去過唔同嘅國家啦，咁第一次去嘅地方就係伊拉克。你想象哦，無國際醫生跟現實的無國際醫生有什麼樣的區別嗎？其實都好大分別嘅。其實我報無國界醫生嘅時候咧，我就諗多數都會去非洲，咁一啲有饑荒啊、疫症啊，或者一啲比較係地區性嘅武裝衝突發生嘅地方啦，咁去拯救生命啦。咁點知一聽到咧，原來係去中東，仲係伊拉克呢個真係戰亂頻仍嘅地方喎，我自己都嚇咗一跳。其實可以睇到，可以預見到嘅危險咧，亦都相當之高嘅。但係我亦都正因為係呢個原因啦，睇到其實當地有好大嘅醫療需求之餘咧，而亦都係冇乜醫生肯冒住呢個危險咧，係去當地嗰度工作嘅。咁所以我就亦都係更加增強咗我嘅信念去參加呢次去伊拉克嘅工作啦。其實成為一位無國際醫生，除了醫術要好之外，你們會不會有特別參與一些的培訓，讓你們可以在危險的時候能夠保護自己呢？其實每次我哋嘅動員將海外嘅人員派去即係有需要嘅地方工作嘅時候咧，特別喺啲武裝衝突嘅地方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嚴格嘅挑選啦，同埋培訓嘅。第一，有經驗嘅醫生啦，其實當地咧個醫療設施咧係相當之缺乏嘅，咁你唔可以用現代醫療嘅水準去到進行工作，所以你嘅經驗啦，同埋臨陣應變嘅能力咧係相當之重要嘅。咁我哋亦都唔會揀一啲初畢業嘅醫生啦，因為佢哋可能個專業都未做好，我哋唔可以將一啲受災嘅人就當佢哋白老鼠咁樣，即係提供一啲次等嘅服務噶嘛。咁另外喺心理質素啊同埋準備方面咧更加重要啦。我哋會盡量揀一啲比較成熟啲啦，比較有喺唔同文化背景之下工作嘅，亦都可以喺唔同嘅國籍嘅工作人員裏面可以好好合作嘅團隊合作嘅醫護人員啦，先至派出我哋嘅任務嘅。因為我哋可以預見到咧，喺呢啲有武裝衝突嘅地方度工作咧，係相當大嘅危險啦，同埋要有個隨機應變嘅能力嘅。咁所以我哋無論喺挑選啦同埋培訓嘅過程裏邊咧，都有好高嘅要求嘅。